但市警局對11月10號到21號配合全國同步執行打擊詐騙、掃黑贖錢等行動專案，期間除了刑警大隊鎖定電信主嫌以假投資手法的詐欺，第5分局嘛以強硬手段破門查緝以剛性嫌犯為主的詐欺集團。另外，第3分局則偵破青海改造工廠，找出線單槍甲改造工具等證物。整個行動連同詐欺所查扣的總達2147萬，成效良好。全案分別依違反組織犯罪防治條例、詐欺及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，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，並持續追查。打擊犯罪及維護治安是警察不可動搖的責任。台南市警方未來將持續推動，並與市民共同維護安全家園。但市警局強調，犯罪絕對無法度吞忍，嘛呼籲市民發現可疑不法，或者是拄到詐騙，一定要馬上卡110，或者是165反詐騙專線，以免受害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